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1月初6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前民众党同党部发言人马志伟涉嫌接受中国赞助参选，张浩通就检视其压禁见，对此民众党今日取消伊的动机。台北港透早4点发生公安意外，一个泰国渔工做工课时滑落海，弄着岸滚。虽然落尾急救送病院，也是救袂回来。中华关一个姓郑的老师，20年前侵害姐国中的女学生，现在是获检方按照强制性交等罪嫌，而且建议加重判刑。1月13日，也就是后礼拜六就要投票，这个礼拜六下拜日。3方总统候选人阵营拢咧拼上尾假日邮票机会。民进党的赖清德话，国会爱过半，国民党的侯友宜讲爱互国民党完成政党轮替。也那民众党的国民党是批评侯友宜的讲法是咧操作弃保。另外，以涉嫌反渗透法互人收押的民众党员马志伟，今日也互民众党取消党籍。前选前黄金周，民进党赖清德透早先到新北市实址，替家己党内立委有关城市，率来到新德出席团结大会，强调总统、副总统将要韩多路，不过国会才是严任，发讲国会爱超过一半。如果蓝白掌控国会，他们不会理性监督，他们只会背个扯后腿。我们走的是信赖台湾这一条路哦。赖清德行程真满，有4场大造势，积极寻求支持。12选前之夜，先到本命区台南购票，再来到故乡新北市直攻对手侯友宜的主场。国民党侯友宜黄金周车队锁定6都，车来为新北市出发。日本媒体 NHK 到场，关心两组当选要安怎增加代志关系。伊讲未来会成立印太远景办公室，强化代志关系。在安全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尽到台海安定、台湾安全、日本安心，大概变成在区域的稳定的力量。侯友宜嘛，俄罗对手郭文铁甲郭台铭是祖国的要员，呼应韩国瑜叫韩美团结，爱挺在野上强后空配，才会当完成政党轮替。台湾的选择。民众党郭文铁车拉伫台中市的第2天车队游行，为大家镇南宫出发。对于侯友宜话遭句，郭文铁不满，表示这种话就是在操作弃保。不是啊，这个我跟你讲哦，这个人家说正直诚信，你知道，我就觉得，你就是明明在操作弃保，还讲一大堆，不要口出恶言了，就这样。另外，有民众党背景的无党籍同市立委候选人马志伟涉犯反渗透法，予人收押。郭文铁表示，中央委员会无提名，发现伊甲中国关系真密切。民众党找来伊违反相关廉政规范，裁决开除马志伟党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北里的台北港，今仔日透早4点外发生一件公安意外，有一个泰国渔工伫咧北延新北花做工课，过程当中有一只拖船协助伊耍物件，结果技术因为安尼，这个渔工徛无在，摔落海，佫弄着岸滚。落尾其他的做工仔人甲伊救转去海岸边的时阵，已经无咧喘气。消防人员到场，对伊做 CPR， 而且送病院急救，落尾也是救袂倒来。虽然是假日期间，台北港也是有袂少工作伫进行。初六透早4点外，煞发生一件公安意外，致使一个泰国籍渔工死亡。人员含我们的安全设施坠落到他的沉箱的内舱，在复航过程中，跟家属保持联系，会给予最优渥的赔偿。另外呢，就是针对这些想一些精进的改善作为，让这个事故以后不会再发生。这个泰国籍渔工伫台北港北延新北花沉箱暂垦区进行沉箱拖航作业，一只施工拖船要协助塞顶动，造成沉箱煞出去，结果这个渔工徛无在摔落来，去弄到岸滚了后，搁落落海。尾仔去互其他工人发现，甲拖倒来岸边的时阵，伊就已经无气啊。消防人员到场，原来有做 CPR， 马上伊抢救，不过也是救无倒来。有2艘拖船一艘拖船在推，另外一艘拖船在拉。作业过程中呢，因为晃动造成工作台的劳工呢，总共有13.5公尺高，头部受伤不治死亡。他呈现面上呢，作业的时候必须要有防止人员坠落的设备，他已经违反了这一条法规。治安法的规定呢，最高处以30万的罚款。
基隆港务分公司回应，施工厂商照规定通报路检。建市北区中心是讲，目前拖行暂时停工，依照规定，相关的作业必须要有防护措施，这点已经违规啊，会做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县，一个56岁姓戴的数学老师，20年前坐摆利用学生下课了后补习的时阵，对国中的女学生下来手来。去年有受害者出面指控，而且提告。检方调查了后，目前知影被害女学生有10个人。落尾按照强制性交等等罪嫌，甲这个老师起诉，而且建议要加重判刑。歪小姐去年7月出面指控，读国二的时阵，和学校4地数学老师利用课后补习的机会，用掠铃也是矫情姿势理由来侵犯，时间有7年遮久。要求一股罪名被害人出面，检方最近侦结，甲这4地数学老师依照加重强制性交这罪嫌来起诉，并且建请加重刑责。利用学生对其信赖关系，为满足自己私欲，基于妨害性自主、强制性交、强制猥亵、合意性交等犯意，对多名未成年学生为妨害性自主犯行。涉案这4地老师，伫2017年就因为性骚扰女学生，互依照妨害性自主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并且永久来改聘。去年团队阁想要开补习班，被害人烦恼讲有更加侪人受害，才出面来控诉。因来检方调查时发现，4地老师对2003年开始来犯案，就已经知影有10名被害女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讲，将老师藏伫补习班更加难以被发现，主管机关应该落实查核。教育局它必须要积极的去稽核这些补习班是不是应聘，是不是符合资格的老师，他必须要实际的去查核，然后就是实际的开罚。林本也建议家长伫替囡仔找补习班时，要注意是不是合法入案。歪小姐委任律师讲，4地老师甲这种议员是好人缓刑，希望法官会使判处重刑，也呼吁若有还未出面的被害者，应勇敢站出来指控。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一间国中的学生伫校内互学生摕刀拄死亡的案件，今仔日早时有我60个线顶网友到立法院头前为这个受害学生哀悼。伊也强调现行少年事件处理法，互18岁以下犯罪少年人伫犯罪处分也是结案一段时间等等条件以后，通取消监考。因认为这个制度应该要做调整。为新北国中生的默哀，要活60位的网友是家己来到立法院正门头前，伫咧便利贴是写着囡仔安心上课，准咧交互阮来，阮袂放弃的心声。郭小姐甲被害学生捌住同一个社区5年，看到新闻是感觉遗憾甲生气。我觉得很难过，是因为他再过5个多月就可以参加会考，就可以考上很好的高中，以他的成绩就可以远离这些猴子。然后就很可惜，为什么？然后我非常非常生气，为什么这个部分学校有这种漏洞？想到被害学生的正义甲个性真好，郭小姐是几落届要哭出来，认为一层一层的老芳，才互这个无好的代志发生，有真侪所在爱检讨。杨善时讲，代志发生了后，大家拢在讨论，希望可以是有条件的去涂销，就是比方说，如果好他犯下重刑案，也许重刑案不能涂销。又或者是他在少年监狱里面的表现。总调集人强调，把少年的保护伞摕掉，会当避免互恶徒利用，犯搁较大的错误。代志发生了后，敢若教育部提阴影，无法度接受。对学生来说，他有约束力吗？学校的学务处人力是真的充足吗？他们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吗？这也是我们很质疑的一部分。市小姐讲，包括离校的抚育甲协助家庭，其他公部门拢无回应，所以这个月14会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加平台来发联署，请政府全面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初5到美国民主法院地宾州，正式展开2024连任竞选活动。伊大力批评目前可能会上大竞争对手 Donald Trump， 讲伊是美国民主的严重威胁。The choice is clear. Donald Trump's campaign is about him, not America, not you. Donald Trump's campaign is obsessed with the past, not the future. He's willing to sacrifice our democracy, put himself in power,
Our campaign is different. 美国总统拜登2024连任竞选的头一场造势活动，选伫宾州瓦近福地国的南中镇举行。福地国是250年前开国英雄交伫华盛顿，集合兵力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重要战场。拜登伫演讲中甲家己讲是美国制度的捍卫者，结果若是川普搁再摕到政权，安尼民主就会有危险。Calls those who oppose him vermin. He talks about the blood of America as being poisoned, echoing the same exact language used in Nazi Germany. 这天拄是国会暴动3周年前，这个事件引起司法部有史以来规模上界大的调查。到2023年12月初为止，差不多有1240个涉案人互人抓去，罪名为非法侵入的轻罪，到煽动反乱的重罪不等。350个案例也搁伫审判。当伫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资格的川普，嘛是其中一个。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牵涉到反乱的理由，裁决川普无资格参加州内的总统初选这个案例。联邦最高法院初步接受川普伊的上诉，佮宣布会伫2月初8听口头辩论，判决结果全国适用。But all I want is fair. I fought really hard to get 3 very, very good people, and they're great people, very smart people. 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初次公布一份标题叫做《出售白宫》这个国会报告，讲川普任内差不多有20个国家伫伊的名下产业开至少780万美金，中国以550万美金排第一，第二是沙烏地阿拉伯。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台湾过路人地角的状况目前敢有改善啊？昨早是10点左右，伫咧高雄新兴区七贤二路的路口，一个51岁姓柯的查甫人，伫咧过车路的时阵，所一台要倒弯的客停车弄掉，加在人送病院了后是无性命危险。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这个客停车驾驶是无接酒，即阵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上悬36000块，而且吊扣驾照1年。51岁的柯姓男子行伫行船线管顶，当要过马路，后面一台共向的客停车要倒弯，煞无减速，直接甲伊弄飞。驾驶就医了后无性命危险，不过伊的头部因为弄跌，需要留意观察。不慎碰撞，穿越行道上的许男，许男四肢轻微擦挫伤，为案发时因为头部碰撞故留院观察，并无生命危险。警方表示，客停车的驾驶经过酒测无酒精的反应，伊讲当时是因为头前一台车顺利倒弯，伊当作行人还未行起哩行船线，加上4线的死角，才会甲伊弄掉。不过警方表示，驾驶无礼让行人的行为是非常的明确，已经违法，会面临着上悬36000块以下的罚金，嘛会红吊扣驾照1档。当然爱看啊，系啊，因为这。违规的车也不是无啊，对。会啊，会注意一下啊，有的不会让，有的会让啊，不一定。事发地点伫市区大路口，往来车辆袂少，不过多数拢会礼让行人。警方呼吁驾驶经过这个路口，就爱礼让，嘛会加强处理着违规。不过有民众讲，不管法规敢是要提升着行人的路权，还是伫行路进前爱保持着警戒，才会当确保着家己的安全。记者王丽婷、柯正俊高雄报道。新北市新店有民众向环保局通报，讲水沟内底出现红色的废水。警察人员伫排水沟内底向水源道找线索，发现红色的废水是来自一间科技公司违法排放。环保局表示，上当通罚600万。来到新店统水工业园区，这间互人查到无合法排放废水的科技公司拜六无营业，门口看到蹲一罐垃桶，应该是用完原料送到转来空桶。车3下晡有民众通报排水沟规条拢红去，新北环保局客查人员穿甲巴装，为大排一路向顶悬堆查，必须软过暗坑，爬过障碍物，来到一个正下的巷仔路，总算找到排放垃圾水的所在。真的有呢吼。客查人员赶紧采样，明显是红色的。伫隔工透早，搁再去工业区一间一间调查，锁定搅拌制造分装、生产印表机墨水的科技公司。处理台顶也看到黄色的染料，内部原来放真侪垃桶，现场客查人员确认是毋是有洗过。做完不同的颜色或者什么，我们还是要洗，或是不同型号的东西。这个动作对不对？对对对，所以颜色也不一
刚刚有洗嘛，对不对？刚刚有洗。不过，这件代志唔是洗汤啊，这么简单，因为这间公司做化工业是水污染列管试验，泥色的水袂使想要排放就甲排放。那应该在排放配水前取得排放许可，但是业者并没有，所以未来我们会走这个最终罚款600万跟所谓停工的一个部分。这间公司是伫个道路无连通，搁歹看到废水排放口的通水工业区，客查人员也是克服树林甲厝的地形限制，软空行修路才吹着。后续业者必须爱得到排放许可证，放流水爱符合标准才会使搁排放。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阵伫台南传承100年产业的第2代少年人举办府城2代祭活动，用摆搭办演唱会这款方式，互少年人也愿意接触这款老产业。因暗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带大家做伙来看100年老店安怎重新受少年人的欢迎。休困时啊，过道原底应该是安静的台南老街，今仔日人煞是吵。这是府城2代祭，头一届举办封路活动。来参加活动市集的贩仔，大部分是台南传统行业的接班人。阮这拢是台南制造的物件，去互人看到，毋是干那小食尔，阁有一寡故事会当互人知影。在这场真特别的市集活动，除了有点心甲好料理，还有真侪传统行业来摆搭。因拢是台南一寡老产业的新生代，因为烦恼演过记忆会去互放袂记哩，所以这接班人都互相串联、互相相听，希望台南的意象会当继续生存。晚上饭多吃1碗，是用2只手在施力啦，对啊，其实嘛是咱安尼，这个聊调安尼。你无变，无代表外口的环境无变嘛，外口的环境是一直在改变的嘛。啊，你无变，最后就是可能你就是做歹经营落嘛。好多，要不要少放一点才可以塞壶啊？我就想讲，这台湾的特色，台湾的物件应该爱家己了解更较深入的。家己 DIY 来做香，算命的壶啊变做是文创商品，府城传统的新世代。用行动改变传统的观念，互当你消息的故事会当继续红传落去。互相扶持啦，阮就是大家拢要倒啊，所以爱扶持起来。这阵府城的第2代，因勇敢做出改变，在 AI 科技等时行的现代，核心正互传统搁再创新，重新加入咱的生活当中。记者陈义文、梁新维台南报道。下个月就是旧历过年，袂少人会趁过年进前伫咧厝内炊粿。新北市本土语推广协会今仔日去清华大学举办亲子活动，现场有台语老师带大家认捌红菇粿的故事，佮用黏土互大家体验做红菇粿，提早感受过年的气氛。哇，红菇粿规个零小味味，伊个就欢喜找到真侪好姊妹啊！因就烧酒出去耍哦。透过讲故事的方式，互现场的囡仔知影红菇粿生做啥物款。故事中除了有红菇粿，阁有发粿、米菇等等，拢是真侪民众过年时拢会传来拜拜的物件。囡仔嘛对过程中学到各种台语的讲法。一般拢是过年才会食嘛，敢会过年还拜拜，我嘛毋知。哎呀，就想讲今仔日讲故事这个题材，就要带因来听呢。趣味啊，互囡仔有机会当认识台语安尼。安尼教上好啊，吼，做一个示范啊，就对啦。啊，有一个视频啊，视频互伊看呢，啊，搁甲教上好。加油！这边是个头了。活动中，阁互囡仔用黏土甲模啊体验做红菇粿，无论大人囡仔，大家拢算甲真欢喜。透过手做的过程，是制作的过程来知影讲一寡做粿的名词、台语的名词，伊的材料，比如讲是糯米、粿模，搁粿册等等的名词。安尼透过这实际制作方式，囡仔就会更较会记得这的名词。趣味的台语活动，唔但互大家学台语、讲台语，也提早感受过年过节的气氛。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落尾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19度。中部地区12度到23度，
南部地区12度到26度。东部地区15度到23度。高岛地区11度到20度。落尾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台的暗新闻，稍等呢，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帮》，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